平安，平安。在启示录第22章16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在我们等待我们钢琴的同时呢，我们先找3个你觉得超过1个月没有见到他的人，跟他讲说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你，或者第一次见面也算，好不好？找2个好了，2个啦，降低标准2个。来，小凯，很开心见到你们。我知道你们找你们的小凯。好，找完1个月以上没有见的，请你找你上个礼拜才见过的人，跟他讲说，我今天很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见到你。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被敌人迷信的酒，你赐生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引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被敌人迷信的酒，你赐生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引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不是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无论遭遇何事，主，我们仍然定义要扬声歌唱，是因为主，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我们心中感受到一股的暖流，跟今天的天气完全不一样，不是冷飕飕，不是黑漆乌黑一片，乃是我们知道有一颗明星，请带领我们，指引我们，使我们在那个被冷漠，在那个寒冷的地方，没有盼望的地方，有一个引导。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相信你，听过你的名字没有，主你都爱他，而且主你要一步一步的带领，因为主你就是爱，主你就是公义，你就是信实，你就是全能的主，你就是那呼召我们就把我们的主，就是把我们从那个辖制，把我们从那不自由当中，把我们从那个自爱自怜当中被你带领，
被你牵引，被你爱。谢谢你让我们生命被你来参透。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我们封存在我们心。我们好久没有能够安静安息，我们好久没有感受到那个满足，感受到那个丰盛。谢谢你在今天晚上，就是现在，你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再次被你开启，再次领受，知道主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你放一个你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个计划，要让我们变得比今天更好，要让我们变得是一个人人称颂，要来明白是什么让我们改变的人，改变的神。因为主你是使我们能够大大来改变的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爱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来之前，我们来跟隔壁的人来说，今天有美好的事在我们当中，今天有美好事在我们当中，今天有美好事在我们当中。太好了，今天有美好的事情在我们当中，这是真的哦。好，那怎么美好呢？等一下1个小时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美好啊。好，那我们呢今天要来欢迎我们的新的朋友啊。你们知道我最喜欢17岁啊，16、17岁的小女生，因为我18岁，跟你们年龄很相近啊。他们都知道这个笑话，你们都在偷笑啊。好，正声高中啊，我们今天正声没有来啊。我们有一个青年真的叫正声了哈，你一定要认识他，他超帅的。你认识他，你就有福了。什么福呢？你有口福，因为他是主厨主厨的那个学徒哈，他现在正在努力，以后要当一个主厨哈。他现在在读什么大学？那个就是煮西餐的什么大学？金国大学，你看一听都要敬礼的这种大学啊。好，那我们要来欢迎正声高中，都是高耶，都是高几啊？我们来，第一个我就不会念名字嘞陈敏玉吗？好，我们一起请你们我叫到你名字你就起立，我们或者是你可以一起起立哈。来，陈敏玉，还有黄奇云，还有张宇轩，还有刘志芳，我都答对了吗？耶！欢迎喽！好，谢谢，请坐。下个礼拜要看他们的。为什么？下个礼拜是什么事？下个礼拜绝对不会看牧师我，虽然我也18岁，也不会看刺青传道经，也不会看游牧师，就是看你们，因为他们要组一个热音社，对不对？有2团在我们的当中，有影片吗？今天没有，对不起。好，那他们今天先来这个探探这个地方怎么样，是吗？还好吗？危险吗？会让人家感觉热起来吗？有，因为我刚刚讲了2个字，他们就跳起来了。大改，他们马上哇，就是常常演讲、唱歌的大改吗？哇，他们好兴奋。然后后面的马上说，我们不是大改，我们是小改，只要有改就好不管大改小改我都可以接受了哈。好，那下个礼拜好不好？我给你预告，大改是什么时候？24号。在妇女馆，真的大改会来，对不对？小改，没有回答。对，24号早上几点啊？
周报里面有写哈，我们跳着讲吗？啊，好，等一下再来报告了哈，我跳来跳去你们会受不了，我知道哈。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来今天的那个报告哈。好，哎，今天报告嘛哈，哎，这个不会跳是不是？好，那我自己跳咯啊。好，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周报第1页今天这个礼拜是那个圣诞代降节第3主日哈，我们等一下讲到的时候也会讲，我们就是要宣布那个喜乐哈，就是我们是那个喜乐的大使者我们是基督的大使者哈。好，那这个就是下个礼拜是圣诞欢乐派，但是明天是圣诞欢乐派，所以想要欢乐的请你一定要来，想要派的也要来，知道吗？所以想要圣诞节的也来只要你想要欢乐圣诞，你只要想要在这边快乐一整天的，请你明天早上可以来。那真正圣诞欢乐派开始的时间是中午12点50，所以请4位美女你们明天也可以再来，带更多的人来，这样可以吗？知道吗？明天就让你们嗨翻天，这样可以吗？好，明天咯，约定了。好，明天。好，再来12月23就下个礼拜就是看你们的咯还有不止你们，还有好几团，对不对？还有另外还有3团，对不对？听说都很厉害啦所以下个礼拜跟他们拼啊，好不好？好，下个礼拜有圣诞将来有圣诞都是有关热音所以会热起来好，来12月24就是我刚刚讲的大改乐团要跟我们牧师 PK 一下，有牧师看谁比较厉害。我们有牧师游泳的有了他很厉害的啦怎么样厉害？你来看就知道。12月24在妇女馆，所以在这里没有礼拜几点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9点半9点半在妇女馆。不知道妇女馆的请你来找我，我带你去，好不好？好，我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你不知道吗？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常常要来找我，许愿的是要找我才会怎样？音乐。哎呀，默契一点嘛，虽然1个月才来一次，来许愿的是要找谁？音乐。有进步了，好了，我可以接受了好，那我叫做音乐牧师所以我的办公室在2楼那视线传道今天他有事情，因为他二姑很爱他的二姑，今天早上那个告别式，所以他今天晚上要去陪他阿嬷这个等一下他还会来学青开会啦好，那我们来看这里还有6点是跑团跑什么团呢？有没有人要广告一下？立柱不是，这是什么团呢？刷团吗？好像不是呢。反正就是很好玩、很好吃很好看的团就对了啦好，然后正式节目是7点开始好，大家来可以补充报告。好，请来，太好了你要来吗？来妇女馆都有，我刚刚好，我要讲这边来这边在这里好紧张你可啦，怕什么？不用怕他。我补充讲一下23号的，就是那个跑摊你们觉得跑摊会是什么事情？不是吃喝玩乐吗？有摊有摊。海滩吗？摊在那里吗？好，就是呢，会有一些就是除了摊位本身的一些活动之外，就还有现在是公开的秘密，就是会有一些小惊喜，对，就是呢，就是会有这种东西，你要集点卡，可以放大放大我现在对没有那个对放大，谁要放大过来？给你看，就是集点卡呢，就是它上面会有写，就是有2个指定摊，然后2个自选摊，然后你集满4点之后呢，用这张东西可以换一个小礼物，叫做活力满点奖。哇哦！被我讲一点都没有。不会我亲他就马上跳起来，有活力。对，然后就是这张不管几个点，就是会有一个摊，就是会有一些也没有一些，只有一种，就是小零食，对，大家就是出示它就可以换到1份。要记得。然后呢，到时候还会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应该比较期待，摸彩券。I take， 是不是？
然后就是对没有，我用画的比较快。对，然后就是记得到时候一定要就是它会有存跟连跟抽奖，你不要投错，然后一定记得都要写名字这样。对，就是、投错的意思是怎样？投错就没有啦。你有2个箱子哦。没有，不是因为会有一个摸彩券，一个叫存跟连嘛。你如果把存跟连丢进去，哦，算不算？不算。哦，好吧，就是上面了解。对，要看清楚。哇，好，我们谢谢 Mandy， 给我们放。哎，人家他也是那个呢。你了解哈，他是贝斯哦，你不要看他这样哦，他上礼拜才我怎样而已对不对？这是有水准的贝斯啊，好，来啊，来，这个肯密特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很特别的东西啦，好不好哈？commit 哈，那宣教这里奇幻宣教这里哈，那请高3以上的学社青也可以报名，好，所以立柱啊，我报。好，那个蔡什么？蔡佳琪也报了哈。你这个蔡呢？好，通通啊，姓蔡的通通报就对，其他也要报哈。好，1月13号之前哈，那个2300拿来啊，好不好？会有补助对不对？会有补助，所以一定你拿2300来还会送你钱嘛哈。好，来。学青定期会就是等一下的意思哦，好拼哦，8点30，等一下哈。来，学青团庆明天医疗咨询请记得在1楼9点50哈。医疗咨询4位美女，你们也可以参加，有志工时数哦，好不好哈？好，来再来周6爱餐，从明年开始爱餐才登记至多久以前要登记呢？我记得是前1个礼拜吗？还是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来，赶快，美美的一定要上来一下，耶！今天来，罗毅，我们欢迎罗毅刚刚的 vocal 哈，来说明一下，这很重要，吃的一定很重要，来。我们明年的爱餐会改成登记制，那我们会在礼拜5中午各小组同工会在各群组就是询问大家的那个爱餐意愿，那我们礼拜6的话就是照有登记的人来取你们的爱餐。对，以上。哇，好，谢谢罗毅哈这个看他就知道一定会很好吃人美什么都好吃，对不对哈？好，来，我们来看这个招待小组一样哦。明年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小组来招待，这个意思好，那所以我们来招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招待也是代表我们教会好，所以我们大家彼此来提醒好，那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会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会奉献所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第一次来的，你不知道，所以你就不用奉献你只要坐在你的位置上静静的让这个奉献带经过就可以。那我们会唱这首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越唱你会心情越好，因为你会觉得越感恩。一起来唱，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去改变。
这个教会来聚会。就主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就主安静我们的心，能够为神来做任何的服事。接下来的活动都有你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传到这个城市，传到这个社区，主带领，以及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和时间，龙主愿啊，这样祈祷到奉主耶稣的名求。对，请坐。好，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基督教的有一本圣经哈那我们要来看今天圣经的经文，那会写在这个上面 PPT 哈，所以请你放心。那你如果每个字你都会懂，都会读，但是你看不懂，放心，没有关系，等一下应验牧师会来说明如果你还是不懂没关系你可以稍稍举手，我等一下结束之后你也可以来问我，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起要来读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经好，我们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后书我们要一起来读5章17到21节，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1节，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哇，这是在讲什么呢？简单讲，就这6个字，叫做做基督的大使。我们如果讲到大使，会想到什么？亲善大使，会讲到什么？文藏大使。你们知道文藏大使吗？哇！不是我讲，乱讲的，她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小女生，她只有7岁。美国的一个小女生，有一天她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然后就看到非洲的画面，每30秒就咚，有一个小孩要死，每30秒咚，所以60秒会有几个人死掉？2个。怎么死的？死于被蚊子咬，然后他就死了。那么可见这个蚊子让他们没有办法生活，所以这个7岁小女生就很担忧，就哭起来。她妈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哭？就问她，她说：为什么我坐在这里就有人死掉？他们很可怜，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她妈妈就带着她 Google 被蚊子咬。怎么样可以不被蚊子咬？这个常常去短宣的那个小黑蚊的，请问蚊子要咬你，你怎么样可以不被它咬？动起来，一直动，还有吗？但它还是会咬你，对不对？躲起来，但是没有地方躲，因为你要睡觉啊。消灭谁说的？这么强，怎么消灭？打死人，很好。可是我总要睡觉啊，怎么办？差一趴还有吗？还有吗？我一直提醒哦，打麻醉也不行啊。你要睡觉怎么办？它还是会咬你啊。你还没醒来你就死了。打成肉饼的，这个不是好，这个不是好建议。7岁的他想什么办法？请问睡觉的时候要弄什么？怎么那么聪明？谁说的？穿咖啡色的啊，举手的你说的很好。睡觉要蚊帐啊，所以7岁小女生她就怎样？自己想，我呢想办法。于是她就想什么办法？有一天老师打电话给她妈妈说：
你小孩发生什么事吗？怎么都没有交午餐费，而且他都不吃午餐。他妈妈说：“我有给他午餐啊，他为什么没有吃午餐呢？”就叫他的女儿说：“发生什么事吗？”他说：“妈妈，我肚子饿了没关系，我不会死翘翘，对不对？可是被蚊子咬了会怎样？死翘翘。所以我决定，我饿一餐，我把存下来的钱，我要买什么？蚊帐。”他妈妈听了很感动。他说：“好，我们来想办法。”于是他们就发起怎样？他自己在他们家的庭院就开始做饼干，然后卖饼干。可是这样子可以卖很久才有一个蚊帐，2个才很有蚊帐。然后他就是发起说，大家来用蚊帐来救非洲的小孩，跟我一样的小孩，就很多人来回应，可是还是不够。于是有一天他说：“妈妈，我们怎么样才会变有很多钱？”有一个人就告诉他说：“全世界现在谁最有钱？”比尔，听说他叫什么？不是喝啤酒的比尔，我发音不标准。什么盖？比尔盖茨。哎呦，你们这么聪明，我都还不知道。我是查了才知道，比尔盖茨听说很有钱。7岁小女生拿起她的笔来，就写信给比尔盖茨说：“比尔盖茨先生你好，我是谁谁谁谁，我呢想要把蚊帐送到非洲救很多人，因为30秒就有一个人死掉，那只要有一个蚊子就可以救很多人，但是我需要钱，我没有钱，听说全世界的钱都在你那里，请你可以拿些钱出来吗？”比尔盖茨看了怎样？痛哭流涕。我这么有钱，居然放在金库里面，然后有人就这样死掉。他真的拿一大笔钱出来做什么？买蚊帐，救了非常多的人。现在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响应这个，他很有头脑，你只要捐钱，他就颁给你一个奖牌，类似像奖状。这个女孩现在长大很多了哈，但还没有17岁，好像只有不知道几岁了。可以 Google 查一下，它叫做什么？蚊帐大使。可见，一个大使就是我有一个使命，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是可以别人怎样得救，可以使别人怎样更好，可以使别人改变。这个蚊帐大使小女生，她就是希望她有个使命。还有让在非洲的孩子，他可以活过今天，活过明天，他可以更好。那么做基督的大使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让别人可以得救的这个大使。因为我有一个使命，让别人也可以跟上帝和好，让别人生命可以大大的改变。所以大改乐团成为做基督的大使。那么小改们，你们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哦，太好了，是可以，不只是他们小改，我们微改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好不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黑暗当中，在像今天晚上这个深夜里面，寒冷的里面。让人绝望，让人觉得好像没有盼望，让人觉得好像未来路不知道该怎么样走，好像今天不知道明天该如何。有一群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不知道未来10年、20年，不知道该如何，甚至觉得不要活着好。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不一样，他们虽然在苦难中，他们真的在苦难中，因为他们有几百年没有自己的国家，永远在被别人统治。但是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心中有一个希望。希望什么？他们心中的希望是说，他们每天读的圣经，经文里面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个人会救他们。将来有一个救他们的君王要诞生，要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可以再恢复有国家，使他们的民众，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再复国。
于是他们纵使在很苦，在那个被当奴隶的这个过程中，他仍然很起劲。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亲爱的大家，你有没有过我非常辛苦，但是我很起劲？喜不喜欢那个感觉？虽然我可能吃得不好，有一个青年以前在家什么都挑，现在去一个地方住，晚上只吃一样菜，可是他每天活得很快乐，他每天很起劲，很期待明天赶快起来，我要去做事，我要去做事。他告诉我，妈妈，这就讲出来是谁的吧？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人生有意义。很奇怪，你给他吃好的、穿好的，他就在那边摆烂。我们是这样，可是每天晚上只吃，不是大锅菜，你们不要想火锅，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你们不是这个是，只有几样，这里面只有饭的，就是吃，大家就是吃这样菜啊。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股劲，他知道，他居然能够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可以在这样，他比别人还喜乐，就好像在黑暗当中一个点点亮光，就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哇，电来了。你没有过这样？有，我们去了山上没有电，好冷。想到了啦哈，这个有点慢10秒钟。我们去退休会，去到那边好冷哦，暴风雨，然后又没有电，一直期待电点亮了，是我们多么希望哇，我们生命被点亮了，然后我们就告诉别人说，来，这里很亮，来，这里很快乐，来，这里虽然我环境很差，可是我就是有一种确定，有一种劲，明天会更好，后天会更好，我就是努力，虽然我现在排行学校的排名可能倒数的，但是不会比这个更差了吧？对吧？对呀，这个就够好了吧？倒数第一名还会比第一名更差的吗？不会嘛，因为明天一定会更好。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我们就会想要去告诉别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群牧羊人，他们在野外牧羊的时候，他们虽然做那个最底层的工作，牧羊那个羊很臭啊，你吃羊肉就知道，因为我不喜欢吃羊肉，但是它还没有煮以前更臭。他牧羊这些是最底层，中国大陆说这个叫做什么端的人啊？不是云端哦，什么端的人？低端的人。那时代低端的人，可是他们却能够活得觉得很起劲，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话应许我们会有一个君王会来救我们，这个救主要降生了，快要降生，终于有一天夜晚，天使来向这个牧羊人报佳音好消息，说将要诞生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要成为你们救主耶稣。于是他们就赶快要去见耶稣，他们随着这个心去了。哇！虽然是马槽闻起来怎么样？我们很臭，你有经验，我是没有经验，但是听说比我们的猪槽还臭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猪槽只有猪一种味道，马槽有什么味道？不是只有马的味道而已，他们所有的动物都会放在一起，这样可以明白吗？是在这个地方，而且是放在马的要吃东西那个筐子里，出生在那里的马槽。这个耶稣，这个下端的人会感觉被同理，原来不是我在下端，不是只有我感受没有盼望，不是只有我好像过不了明天，不是只有我，不是还有一个救主耶稣，他跟我一样在这里，什么味道都有，而且都是臭的味道的。他要成为可以救你的、救我的救主。于是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就欢天喜地去告诉人，我得到这个好消息，我当然要分享出去。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需要把好消息传播给身边的人。牧羊人不是唯一的，我们如果再看其他马太福音，我们会看到除了
牧羊人被天使告知这个好消息，还有谁也被告知？很有学问的那个叫什么？啊，博士！哇，你很强，对，你跟博士一样很聪明，你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博士就是虽然不是他们国家的人，是别的国家很远的，但是这一些的博士，他们透过气象，他们知道了，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了，于是他们随着这个心的引导就去了。他们找不到怎么办呢？他们知道有一个大事，有个君王要诞生。当然，这个事情会传到哪里去？哪里？那个时候最大的什么王啊？那时候的王是谁？希律王。一听说有学问的博士来了，为了是一个君王要诞生，请问一下，王建王是怎样？王建王怎样？怎么可能让他王建王呢？所以希律王做件什么事？赶快去找这些博士来说，来，听说有一个王要诞生，假装的啦，哥给后心，这样了解吗？请问他会诞生在哪里？你们如果找到要告诉我哦，我怎样？我好派人也去朝见他哦。这些博士就说好，没问题。于是的博士循着这个去找到耶稣，哇，他们也怎样？也来拜耶稣。他们发现了，于是他们匆匆忙说：好消息要不要告诉人？要不要告诉希律王？要还是不要？没有声音了，要还是不要？好消息要不要告诉希律王啊？当然要，已经答应人家了嘛。于是他们就想要去告诉希律王，可是这个时候在梦中，有主的灵告诉他们说：不 ，no， 不要去告诉希律王，因为希律王是要害这个君王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去找他，你们赶快就回去你们的国家去吧。于是他就没有告诉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在那边等1天2天，我好像被这些博士给怎样给耍了哦。于是他怎样？不行，这个王不知道在哪，才刚刚出生，我怎么可以让他长大了怎样对付我呢？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听说是在那个地区，于是他就下一个令，刚刚出生只杀出生的不保险，1岁的也不保险，所以他最保险，他就把那个时候小婴孩2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怎样咔嚓。哇，救主耶稣危险了，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在伯利恒怎么办？在梦中，神的灵启示耶稣的爸爸约瑟，赶快离开，逃往哪里？埃及去。于是，只等到希律王死之后，耶稣才从埃及，他的父母带他再回到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地方。英年牧师讲这些，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好消息主动会找你。所以，亲爱的，前面是位美女，你们今天来是神主动的带你们来到这里，还有小改的这些，你不要觉得我为什么今天在这里，今天是主带领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因为主定义要救你，而且救你到底。不止救你，今天我们讲完以后，你就知道主耶稣要成为你生命中的主，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对博士讲？他很聪明嘛。那请问为什么要对牧羊人讲？就是我们的主不是只有给高上端的人，我们的主更看重什么？下端的人。这些上端的人，他们会读书，主也爱，但是主也爱什么？下端的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被看不起，我们是下端的人，我们要高兴，因为主优先要找谁？下端的人。主优先要爱我们。在台湾历史就是这样。在台湾马偕来的时候，从下端的开始，你现在去做一个研究，这个是有根有据的。那时候信主的人不用3代，他们包了所有的师，什么师？老师、律师、医师，甚至什么
牧师。是因为主的爱是让我们可以来翻身的。再来，这些牧羊人很高兴，就去传扬。请问当时候的人，叙利王会不会听这个牧羊人的话？不会，我们的主有他的办法。所以他们传说有救主耶稣，人家信不信？啊，听听就好啊！哎，真的啦，真的，你不要怀疑，你不要怀疑。哎，你们的话谁听？直到有一天，什么？耶稣长大了，成人了，行神迹奇事，做了许多让人惊讶的事，越来越多人来跟随。而主有的大权柄，开始让这些祭司们惊讶，甚至他为人这个施洗，使人的生命得着了改变。哇，主的这个计划经过几年？从牧羊人到耶稣长大，经过几年？快几年？20几年，快30年，20几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大家，一个好事情不是3小时、3天、3年，可能要到快30年。我们的主做计划是有计划的。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主啊，我跟你求的事情都还没有应验，那个应验牧师都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不应验，而是时候未到。我们的主也花了快30年，他的拯救的计划才临到。如果你耐不住，就祷告吧；你耐不住，就找世界传道，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个黑暗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像圣经说的，像保罗所领受的。保罗也觉得原来人生没有盼望，但是他领受到一个什么？是救主救他的，而且可以成为他生命的主基督。那么就是说，你过去的记录都会被一笔勾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要去保险，人家不让你保啊。听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团体保险没有人要保，为什么？因为记录太差了，不是一下这个癌症，牧师都是癌症猝死啊，这个理赔数太高了，所以我们的团保没有人要保，因为这个理赔的记录太差了，所以怎样拒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觉得你自己生命中需不需要保险？但是当你被拒绝保吗？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一个天堂的保险，但是我们的主他不会看我们的记录，特别我们坏的记录，他会让我们一笔勾销，用他完美的记录跟我们换吧。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来，我都承担，我换给你是完全没有理赔记录的，完全没有不好的记录，让你重新再来吧，让你机会，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今天经文一开始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换成新的，让你可以重新开始，旧的事都过了，就变成新的了。我们有新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不是奴役，不是有的没的，不是，而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他所有的好处你都可以有，你都可以继承。那么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新造的一生好像想起来很完美哦，看起来很虔诚吗？还是很有能力呢？这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你有新的身份，新造的人是很有能力这样子吗？我们主说他不是看外在，而是他看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若是在基督的意思就是主的拯救。我们若是在基督里，你相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所以音乐牧师要讲一下，什么是新造的人？讲白一点，具体一点说，知道上帝会带领你，跟以前不一样，你不再一样，而且是越来越好的你，这个叫新造的你。所以原来像我以前65公斤，现在可以成为45公斤加2，最近胖了2公斤，跟以前不一样。你想决定的怎样？你讲决定的，你可以做得到，就是新造的。然后你相信上帝会赐给你力量，可以向人认罪，可以来悔改。你说不出口的对不起，你那个毁了，但是没有办法改的，你相信，而且你领受了，自己所有的过患都被上帝一笔勾销，都有
没有这些坏记录了，上帝给你重新再来，这就是新造的人。最后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这样子，愿意让自己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新造的人，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我们不只是自己好而已，当然不是啊，因为我们有神的身份在我们里面 ，DNA 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怎样？因为这一切不是我们好行为，是出于上帝爱我们，借着基督使我们可以跟他和好。和好就是连结，所以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怎样？我的啊，就是神来赐福给我们有这个很好、美好的一切要赐给我们，我们就成为神的大使，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活出来，人家就会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好？你怎么这么好运？我走啊，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你几边嘛？来啊，跟我来相信神嘛！这我常常听到的。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嫁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哈？怎么可以鸡蛋水饺股可以变成潜力股呢？甚至绩优股呢？我走啊，我就是神的儿女啊！你来啊，你来啊！好吗？亲爱的大家，我们领受了这个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带领人，因为人走到尽头，再怎么样努力，就是没有路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到神那边，你没有路，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做功德，你再怎么完美，你就是不完美啦。我就是要这样告诉你，承认吧。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样努力，说我不要想炸鸡，我不要想炸鸡，我不是讲庆期我不要讲炸鸡，不要讲，但是眼睛睁开就是想炸鸡，然后炸鸡就会让我们。但是我们有神就不一样，我们有了神的能力连接起来，神是大有能力的，是所有福气能力的源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桥梁。这个过去，我们就可以过去，因为耶稣基督他救我们，他替代我们的，我们就可以顺着他就可以走过去，让我们跟他和好，我们心中有平安，没有那种缺洞，没有那种心虚空虚，不会像下个礼拜很嗨完以后，怎么回去觉得不太想，很空虚，不会，这叫平安。平安就是会让你觉得我有人生很有意义，很丰盛。平安就是和谐。虽然我的爸爸妈妈还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上帝的爱，但是我却能够在这个当中有和谐哦。不要讲那是恐怖平衡啊，就是说你至少你会在那个当中，虽然爸爸还是叫你说跟你妈妈讲嘛。你妈妈说：“谁叫你来跟我讲？”一样，你回去会遇到这些，但是你却有一种和谐关系，而且你会发现越来越丰盛。在这当中，我们要持续，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他叫每一个人，不是只有我们，他是拣选我们，但是怎样，他要每一个人都跟他和好，所以我们要带领人，使人怎样把他们的过犯都归到神的身上，神都可以跟我们和好，而我们也领受了这样的托付，我们就活出来。我们把这个可以有很好，跟神和好，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得着丰盛，可以得着和谐的这样好消息，可以得着盼望的好消息，我们应该要来活出来，告诉人不用钱的，你只要相信。所以我们圣经有讲个术语，叫做因信称义啊。这个术语简单讲，称义就是一个标准。如果因为神是完全完美，我们没办法得到这个标准，我们不敢见神。但神他自己除去我们所有的记录，他成为那个羔羊，就是上面红色那个。因为我们犯罪以前，我该死的，我就杀一个生命替我死。听有牧师说，在台湾人的话，谁要替我死？猪啊，猪公啊，里面要含一个什么？感冒，现在感冒很多，对不对？因为要讲什么？我甘愿。谁愿意替你死？人都不可能。动物它是没有办法，但它没有灵，它真的没有办法替你
但是我们的主愿意替你死，所以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为，就算为什么义？请问义是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张毅哦。好，张毅你换位置，我知道哈，我看到哈，换得好了哈，因为张平需要你们哈。义是什么？张毅是什么？义不是张毅，是义，因信称义就是不起诉啦。简单讲，如果你犯很大的错，校规，你犯了很大的校规，你犯了很多的罪，不起诉好不好？好啊。有一个青年，他去做车手，你们知道什么叫车手吗？车手不是专门载人家骑摩托车去载人家去玩的哦，车手是什么？运毒，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他需要去领钱，那他的领钱怎么领？他就用摩托车叫人家去怎样？去那个提款卡去，用很多提款卡去领，因为他有假的账号去领，这个叫车手。你知道吗？有一个青年，他去当了车手，哇，他得了多少？你知道吗？好不好赚？好赚呐！多好赚？你有赚过吗？我告诉你，这个不要做。好赚的、有甜头的，你都不要，这叫罪哦。好，他觉得好赚，哇，一个礼拜有7000，好不好？好啊，他正好提了几次，4次，4次多少？不是有3万20多几次，我忘记几次，反正就是3万多块。哇，结果他被抓到了，判刑。现在他家的人都被查封，他要赔多少？因为有人去告800多万，不是停损哦，只要再有一个人去告说我被诈骗，他800就会再增加，再增加，再增加。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只希望一件事，什么事？不起诉。为了3万2，他家族的人全部要被查封800多万。他也有工作不够的，还要继续查。所以，如果我背负这么多债，我因为相信上帝会救我，我就能够不起诉。是我们不起诉而已，我们没有罪，我们还会不会再去犯罪？那个赌博的人跟你讲，你帮我还了赌债以后，我就不敢，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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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不会？会，因为救主只救你一次。你如果自己不改，如果你不依靠神，按照上帝所教导这样，你不会在罪里面怎样得释放。但是如果你有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你思想、你灵的主，你思想的主，你情感的主，你意志的主，你身体的主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从罪中被释放。但如果你愿意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你才会被主耶稣从这个罪里面释放，而且你会有力量可以战胜。最后你还会成长。成长的定义是什么？不是长大而已，不是成熟而已，不是。成长就是我越来越像上帝，我的标准是上帝，我越来越像上帝，我才能够成长。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来邀请我们，因为他做过太多神迹奇事，他当然也在小改的身上，也在大改的身上，也在愿意想要被改人的身上。他邀请你，基督邀请你，要成为你的救主。你只要愿意伸出手说：“主啊，你救我。”主可以成为你的救主，但是不止这样，好吗？我们更要成为我生命中的主，让他来主宰你。不止救主，而是要主宰你。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问问上帝：主啊，我要怎么做？如果是你，你要我怎么做？主邀请我们，只要你愿意相信，他可以让你不起诉，甚至得释放，甚至可以得胜，可以成长，越向神。是你接受主之后，你还要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生命中的主。我每做决定，我都问问看你，主，你要我怎么做？
在巴西有一个监狱，它原来的它是那个监狱的名字，后来改成胡梅塔，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很怎样，很虎啊，很虎什么？不要给我接那个哈。等一下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都关那个重刑犯、杀人犯。那么几年之后呢，不行，要花很多的人力来雇他们，花太多人力。于是有一次典狱长做了一个决定，叫2个基督徒，像那个家平跟这个贾伟克这样的基督徒，你们2个去管理这个监狱。我们都没有学这个我们只是基督徒没问题，你们2个去管理。这2个人也愿意进去到这个监狱里管理，然后这2个因着他们得着上帝的救恩，而也他们问神，我主跟我一起，我怎么管理这个监狱？2个基督徒用上帝的方式，上帝国的方式来爱他们。几年之后，有一个记者，一群不止一个，去访问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你一进去，你们有看到吗？门都是打开的全部越狱的不是，全部出来拉拉手，甚至于来接待他们，跟他们握手，请他们这里坐那里坐，跟他们介绍的是最有名的杀人犯。可是因着这2个基督徒用上帝的方式来管理他们，他们得着神的爱以后，他们不会逃狱，甚至于他们和睦相处，彼此相爱，里面监牢都是空的，因为他们跟社区连结，社区的人在他们在刑期当中也帮助他们出来，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甚至于他们刑期到了离开了，他们帮助他们有工作做生意。但是这个杀人犯看起来就不像杀人犯，看起来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满脸的喜悦，他也不会逃跑，因为他刑期还没到，他杀人犯几乎是所谓的终身无期徒刑。可是他在里面很喜乐，是这个监狱还是仍然很黑暗。他说这里都没有关人，除了一间。大家就有心，我要去。那一件事到底是关谁？他不愿意出来，只有他不愿意被爱。带我去，你们真的要看吗？他走几步路，越走越暗，越走越暗，然后那个味道就是很湿，然后在最底层只有一间，不愿意出来，还关在那里。你们真的愿意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于是他们进去以后，走到最里面去，看到一个人。那个监牢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关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牧科，一个艺术家，为了纪念主的爱拯救这个监狱，为了纪念原来主耶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所有人的刑罚，为了是要让我们可以平安。他一个人为我们承受。但感谢主，我们有盼望的是，他为了我们而死来降生，所以有圣诞节。为了我们要承担，长大之后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为我们付出代价，为了就是要换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他一个人被关在那个监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与神和好，更重要的，他要我们以神为乐。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准神？而神我们这样做不是要给我们不自由，而是要让我们不犯罪的自由，使我们活出神所要赐福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叫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背叛，不起诉，重新来，我们就成为神的使者。因为这个多美好的福音，有人在那苦难中，我们把这个好消息让他能够得释放。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是复活，今天在天上，他经过了这样，使我们也可以跟他同死，我们也跟他同复活，我们就要当他的使者。一个年轻人在早餐店里面吃早餐，听到旁边三姑六婆在那边讲，其中有一个讲的最凄惨，又哭又喊，不是哭，就是在那边讲他的故事。但是旁边的人是哭成一片，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就是没有哭。他说他全身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开导过，全身都是病。那么他就去找很多人给他建议，跟他讲说啊，你要找法师。他说我也去找了法师，法师跟他讲，你要改你的命，只有一个方法，什么？就是哭。可是你刚刚有没有听我讲？大家哭得死去活来的，因为他的命实在太差了。但只有他一个人这样不哭，那怎么办？只要哭就好。所以他回去尽量用洋葱让自己哭，也没办法哭。法师说：“来，我来让你哭，但是需要一点。”所以他拿大把的钞票，每一个礼拜去叫法师让他哭，怎么哭？怎么哭？打他。所以他常常说他是我是欠人怕哟，打他打到肿，他就是哭。这个青年想说，按照我医学的，他是不是泪腺没有泪腺的？还是说你什么都拜过了？我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我尝过上帝的爱，那个你都拜那么多了，也不欠这个拜耶稣啊。我要去教会了，你跟我去好不好？他可以让我哭吗？我是哭过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让你哭，试试看嘛，死马当活马医。好，我就相信你这一次，我就去了。进去以后，牧师讲道以后，手就指向，像我刚才指向这样，说姐妹，这位姐妹，你来前面。这个劝打人生的姐妹就叫我，人家唱诗歌靠杠没弄过考，到底是泪腺有什么问题？她说来，我为你祷告。这个姐妹一来了，她也不知道人生没有过去过教会，一为她祷告而已，她倒在地上不打紧，开始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于是她哭过以后很累还是很舒服？舒服又累，又舒服又累，内行的，舒服又累，所以他常常就到教会哭，然后他的命就越来越好。你知道他欠打人生变什么人生？全垒打人生，因为他从一个人信主带领多少人信主，100多人去哭啊！眼泪是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做基督的大使，其实不是那么辛苦的事。我们要一起等一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好不好？主呼召你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回应神的这首歌，我们都成为一个蒙上帝恩典的人。如果你想要这个福，请你找音乐牧师，我也可以带领你来领受神，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先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在呼召我之处。全心感受。
中，当你仰望天的时候，有一颗明星来指引你。在你人生绝望处，你渴望有人看重你、爱你吗？你需要有人救你吗？你需要有人重新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重新再来吗？你需要有主进入你的生命，不要再失败吗？如果你愿意，你跟主说：主啊，我要救我。主啊，进入我心。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灵、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身体，让你来做主，让你成为我的主，使我能够不被起诉，不被控告，使我从那罪缠绕你的罪被释放，可以使你能够得胜，使你能够成长。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两只手放在你的心上。意念牧师来祝福大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每一位。现在在这里，主你自己呼召他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主你要救他们，主你的拯救就临到。天父上帝，你永远不改变的爱，你要与今天在这里将自己的心捧在你面前的这些青年，这些你所爱的，愿圣灵此时此刻感动我们的，要与我们同去，保护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的一生，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要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要使我们能够跨一个年，跨过2017，我们一起18吧，一起出发吧。我们来看这个重要跨年的，一起来看，看完我们就结束咯。好，这个影片有半个小时，错了，3分钟都不到啊！好，给自己3分钟，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年哦。好，请看。整片空气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尤其呢，从台北站天桥看过去，北门整个被雾霾给团团围住。上个月底，23岁的许姓嫌犯酒驾开车闯红灯，撞上停等红灯的骑士。金正恩靠着不断射弹与核试炫耀肌肉。台湾国人使用新兴毒品的致死案例是越来越多了。
喜欢吗？喜欢这个影片吗？如果喜欢，请打09林荣贤，谢谢他，他做的影片我非常喜欢。但是教会的活动我更爱，拍谁哈？好，所以跨年我们相约啊，一起好吗？一起出发，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同工，我们请到前面来祷告。